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位於烏溪沙雲碧3座嘅中層私室，佢係一個3房1套加工人套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875尺。一打開大門，會有一個玄關位，正前方係單位嘅客飯廳。之後先帶大家經過客飯廳，行出露台望一望外面嘅景觀。左手邊可以望到吐露港方向嘅海景，而下方就係雲海嘅別墅群。圓形嘅位置就係單車運動場，咁正前方就係高爾夫球場同埋開揚嘅海景。然之後我哋返去廚房嘅位置，設有雙星盤同埋明火爐頭。廚房嘅窗口亦都係可以望到海景。而廚房裏面會設有一個工人套房。走廊就可以通往3間睡房同埋浴室。右手邊嘅浴室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。第一間睡房擺放咗一張單人床同埋一個衣櫃。睡房採用咗落地玻璃嘅設計，同樣可以望到開揚嘅海景。第二間睡房就做咗張上下格床，下面亦都有衣櫃。最後嚟到主人套房。主人房嘅浴室同客廁一樣，都係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亦都係有浴缸嘅。主人房呈長方形嘅開積，有對流窗，亦都有轉角窗，會外接一個工作平台，所以採光度同埋空氣流通都非常好。呢個單位嘅3間睡房同埋客廳都可以望到海景，而右手邊可以望埋屋苑嘅別墅群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Leo，多謝收睇。